區最筍嘅樓盤出現啦，單價12000蚊啊，你就可以攞低呢一套123平方嘅4房單位啊！睇下成個空間嘅佈局咧係非常之大嘅，實用率咧去到130% 啊！而且喺呢一個露台嘅位置咧，可以睇到我哋一個非常之舒適嘅視野景觀啊！採光性咧都係非常之一流噶，喺我哋呢一度咧衣食配套咧都係非常之成熟噶。嚟到我哋呢一個位置咧，你可以睇下喺我哋樓下咧步行過去過條馬路咧，你就可以去到對面嘅曼谷廣場 VV Park 啦，以及對面嘅利和廣場啊。喺呢一度咧，你可以行街食飯啦、運動啦，都係一應俱全噶。仲有宵夜一條街啊！廚房呢一個位置咧，就做咗一個開放式嘅空間啦，成個空間俾到你都係非常之闊綽嘅，而且喺呢一度煮飯，你都可以同翻你客廳嘅親朋戚友傾偈溝通㗎。嚟到我哋門口呢一個位置咧，都有一個亮點同大家講翻嘅，就係我哋專梯專戶嘅電梯一出嚟咧，就送翻一個公區俾你，完全去使用，亦都係唔計價錢嘅。呢一個位置咧，去到港珠澳大橋只需要8-9個字嘅時間啊！翻到香港咧，簡直就係so easy啊！見到一入門口右手邊就有一個休息嘅空間啦，呢度咧就係我哋嘅一個公共嘅洗手間嚟嘅。隔離咧仲有一個功能區啦，你可以做書房，又或者係做翻一個茶室嘅，採光咧都係非常之唔錯噶。仲有一個 BB 房啦，最後嚟到我哋一個主人大套房啦。咁呢一個主人嘅房間啦，俾到你嘅空間亦都係非常之闊綽嘅。同樣咧，望翻我哋客廳一模一樣嘅無遮擋嘅視野景觀啊！主人房呢度咧帶埋一個衣帽間同埋一個步入式嘅洗手間嘅。而家呢一度東區嘅位置最平，單價12000蚊，去到港珠澳大橋8-9個字附近咧有非常之多嘅直通巴士可以往返香港。有興趣嘅街坊朋友直接 call 我帶你過嚟實地睇樓啦。